啊，咱粉鸟人文化吼，差不多伫300当前就有啊。哦。伫17世纪吼，咱国姓爷部队来到咱台南府城，吼，当初时的士兵啊，吼，将粉鸟啊当作是军事用途，飞鸽传书因的，哦，伊会伫原本会伫粉鸟啊顶悬吼，用装竹筒啊，爱装迄个纸条啊用的，吼，啊后来啊，荷兰人离开台湾以后，才阿兵哥变成农民，因无代志做。就开始生粉鸟，哦，啊，有人想要证明讲，啊，我粉鸟比别人较勇，较有力，就开始比赛，就真竹筒愈装愈大，哦，啊，竹筒就愈做愈大，就变成咱粉鸟人的模样。所以你拄则讲的文化，就是迄当时地成功来咱台湾，还是用粉鸟啊。粉鸟来飞鸽传书，送批，对，无唔对，迄个时阵的 email 就是粉鸟咧。